哇，大家有看到冇？也当电影下个呀预告样片哦，也就系按客家电视、韩国公司、韩国台语台电视，也四台向下来做的呀儿童节目，就爱来播出了。故说啊，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也按电影下个节目，细细格格来分享呀节目嘅制作人林一修，分享。大家好，我是客家电视台哇哇哇嘅制作人林一修。哇，分享制作人来到现场哦。接下来我来邀請嘅來賓啊，咩係呀節目地度本人翕嘅人啊，咩係來翕嘅人係乜嘅意思呢？細細嘅來分享嘅係拖延王家尊，黑糖導演分享。大家好，我係胡同。胡同拖延你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安定一下嘅節目哦，佢按到哇哇哇。对不对？哇哇哇，哇哇一下，很可爱。但是呢，要在哇哇哇兒童節目當道，客家電視同公共電視作為當道也種兒童節目，所以也節目佢係啲嘅講乜嘅，韓國佢啲都有乜嘅內容佢做乜嘅，我想我來做也就節目，像一首制作人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一個節目係從客家人講嘅，四台客家做嘅嘛。那我們其實希望說，透過這些拍攝的小朋友，他們其實大概年紀大概4到6歲。哦，按 C， 全部都按 C， 全部都會 C 嘅聲音誒。那古時候愛到就是聽聽記到，我們可能走到戶外，我們去跟着孩子做他們平常習慣做的事情，就像海報裡面這個孩子，那他是公視的其中一個被拍的小主角，那他們家是民宿，所以我們可能就跟着他在民宿周圍可能去採辣椒，可能去很清洗民宿等等之類的。我們希望跟着孩子們參與他們在戶外的生活。對，那這是我們希望帶給其他孩子看到4個族群不同孩子的樣貌。而且剛剛有着重一個重點，有強調一個重點就係愛戶外活動，一定要是戶外的。這個其實，我非常愛韓式嘅時節，我小時候還蠻多戶外生活的，但是現在尤其很多都市嘅小朋友好像越來越少這樣子的活動。對，鼓手是不是也希望借由這樣子的一個節目，讓小朋友有不一樣的感覺？就是我好像看到別人在戶外玩得很開心。對，我們希望，其實我們這個節目有一個 slogan，就是海報上面寫的“童年只有一次”，就要按用認真搞。錯。鼓手本攝影嘅帶電攝影嘅，本要給戶外遊戲或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更好玩，這樣子。就是可以讓他們互相學習，就是我看到那個電視裡面小朋友跟我一樣大，跟俺們的同嘅強化按鈕出去聊。而且剛剛一開始看到嘅當電影下嘅一個樣片啊，第一度嘅音樂好洗腦哦，對不對？我覺得那個歌好好聽，這個也是我們特別搶嘅金曲歌王特別來打造的歌曲，對不對？王智賢。甜，其實這首歌一開始的發想係嚴明台嘅製作人恩樂姐，一開始佢有一首同家來嘅鄉下唱嘅就很簡單的旋律，那後來呢，我們就邀請子軒一起加入我們的這個音樂的這個討論，然後子軒就幫我們把這首歌變得非常的童趣，然後更加朗朗上口。對，大家可能剛剛冇聽清楚吼，呀他再過來彈一刀來彈看啊，這個很洗腦的音樂，其實來係彈起來用吧，有記定一下，來聽下來彈一下嘅哈。我在第一次聽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洗腦的感覺，然後就覺得它裡面的一些配器都很可愛，然後聽下來彈一下。哦，一開始還有動物的聲音，因為是戶外，所以要讓你聽到會有什麼東西出現呢？耳朵可以張開聽哦。目前這是客家版呢，客家版本，有條好吧 ？No boy 喊 you。泰山嘛，沒錯，黃色，點，很難構字，一個共構字。哇！你看我已經就是已經聽很熟了哦。鼓手喊 TPA 來做的一個客家版本。因為上講，單唱係曉得貴年嘅聲音，做得鄉下唱，咩希望就係假使愛到有客家嘅版本，聲音。就做在學校兩種教養嘅方法。
哦，好可爱哦！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唱给儿歌。对。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打造出一个很可爱的片头曲，没错。对，那除咗也當定義下嘅連音片夢星年嚟做嘅去參加也戶外發通，也底度也擺嘅拍攝的內容，總共有4台腔下來做，啊4台分片做嘅冇腔用嘅內容有素人片。跟名人片，錯，對，也係用辦來安排嘅喏。嘅就素人片係希望講問其他嘅爸爸媽媽，看講冇共用嘅族群嘅聲音嘅佢哋嘅不同的文化脈絡底下，那這些孩子他們戶外活動可能有什麼，然後以及不同的地點，他們可能生活的內容不一樣。例如說客台的孩子，就是我們特別下到那個米農的高雄，高雄跟米農，高雄跟米農，對對對。啊，因為該片就係東島跟辣椒誒，然後我們就去拍攝了辣椒田的孩子，然後他生長的辣椒田裡面，那他到底是怎麼樣去活動？可是像我們的公視的話，也有拍這麼浪漫，這個孩子是，就是媽媽是新住民，然後所以有不一樣的文化的碰撞，所以我們就特別邀請了。他們來跟我們一起拍攝。那當然，像其他台的話，他們例如說像原民台好了，這個文化非常的顯著，非常的有特色。對。那他們就去到司馬庫斯，去到那瑪夏拍攝。那名人片的話，我們是希望。就是借由不同的名人親子，也是不同族群，然後請他們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親子在戶外的相處，或者是一些活動等等之類。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黑糖導演。對，那黑糖導演是公視片的，公視的名人片。對。那黑糖導演本身就是位居幕後，很好奇這一次是為什麼可以說得動你來參與幕前啊？其實是幕前兼幕後，對不對？也不是說得動，其實。能夠參與這樣的機會，對我來講是蠻榮幸的。因為其實過去我在公共電視就有長期跟兒少一起合作不同的兒少節目的經驗。那這幾年也是跟富邦基金會一直在做兒少內容孵育，也是跟一休是戰友。特別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當了父親之後，好像會從一個過去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創作的這樣的一個藝術家，轉到好像要自己。利用自己的能力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些作品，所以我覺得是帶着這樣的一個使命跟精神，因為我拍的東西，我的孩子就會看到，那也會有更多的孩子看到，所以能夠有機會參加這個計劃，對我來講真的是VIP 吧。哇，VIP 的感覺。所以其實這一次來參加拍攝，當然這個是讓導演來有動力來做這一件事情的其中一個原因。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一般來講，在幕後拍別人，跟自己在鏡頭前面被拍攝，而且還要讓自己的女兒被拍攝。其實你知道，我們知道聲音呢都鏡頭面前是很難控制的。大家在拍片的時候，很怕碰到小孩，也很怕碰到動物。但就是我們就是這一次就是以小孩為主軸。鼓手小木空雅偷演，你覺得自己被拍，然後帶着自己的女兒一起上電視，那種感覺有沒有覺得？覺得有點失控，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時候，畢竟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拍攝的經驗。這個經驗的確蠻有趣的，因為當導演通常都是在熒幕後面嘛，就是叫別人演嘛，拍片，所以有這樣機會，反而是你換一個角度來去感受一下被攝者這樣的一個感覺是什麼？是第一次，對不對？算對我來講，其實這個經驗算蠻多的，因為只要我有新片要上映，其實就會幾乎會很多這樣的媒體的採訪，甚至是那種比較即時性的拍攝也都有。所以對我來講，自己被拍已經蠻習慣。但這次難度是在於說，我要帶着女兒被拍，而且女兒是第一次上鏡頭。對，而且女兒年紀很小哎。對，她才5歲而已。哦。那第一次上鏡頭，當然就有可能在我們過去專業裡頭面對這種孩子，其實會遭遇到的一個狀況。那自己又在鏡頭裡面，所以也這個難度蠻高的。而且就我自己的經驗，所以你呢同爸爸媽媽傾開始就是永維，永維是什麼意思？就是特別愛哭，特別愛生氣，特別驕縱，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所以拍攝現場有遇到類似這樣子的狀態嗎？可能因為我從小給我女兒的教育就是把她當作像跟我一樣平等的一個人，也不能說大人，所以我們都是很理性的在溝通。
所以他也经历过那样一个情绪，直接表达情绪的阶段。可是到了5岁，我觉得这次拍摄有点像成果验收吧。5岁的成果验收，第一个阶段，就是跟着这么多陌生的这些大哥哥姐姐、叔叔们一起到户外去工作。对他来讲，工作的概念是第一次有，好像是做一件正式的事情。可是他又在里头可以做自己自由自在的玩，所以对我来讲，反而是看到平常我们在家庭里面跟孩子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跟关系，真的进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外头，孩子他开始去直接去呈现他平常在家里面得到的这些能力。对，古时候你看哦，我们做在透过呀电视节目底度啊，做在看得到声音的清真诚的反应哦。啊，生来呀，梧桐拖延家就出现到要去翕嘛该喏，人家有看到动作讲的相片，休息一下，等下转来，咱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Q 用后，要有声音那个笑容就会安定一下，这么的疗愈。不瞒大家啦，其实我有看过呀节目我觉得这是个放松的非常好的节目，真的太可爱了。你就看到要有声音呢，笑啊，韩国有可能会熊草啊，就是他们很真实的反应，他们 he don't know boy 会发生呢太些事情，你都要节目都有可能会看得到。韩国看家的都父爱很用版向舒父爱发通，就像人家他上一堂嘅梧桐拖延同大家来分享，佢同家嘅每个 he know boy 来拍摄的这个过程，但是你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大家可能黑地啊、菜园啊、不考个菜园啊，或者是笋红嘅田都去田里面玩。但是梧桐拖延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开着可爱的吉普车，去到唔抵那一片嘅山哪边拉沟，去做一个叫做野营的活动。是，这一次我这一集的内容就是我带着我女儿一起去野营。野营这件事情其实是疫情开始嘛，因为不能出国，所以我自己做的娱乐啦。对，就是平常因为育儿压力比较大，需要去山林里放空，所以假日就离开城市，就到那种一般人没办法到的地方去野营。后来孩子慢慢大了，有一天其实就想要带着他一起去。那这一次拍摄其实是我第2次带女儿去野营，第1次其实她就喜欢上了。对，那因为我小时候童年其实有那种在台北三峡外婆家那种乡野之间成长的经验，对，每天就在田里啊，在河里面这样滚。那我的女儿从小出生就在台北的大安区，所以一直很希望。大安森林公园。对，就是她的森林的概念是那样子，所以我就很期待等她大一点，真的把她带到真正的森林，带到真正的河，带到湖里面去生活。所以这次野营是我们第1次让他能够再去享受这样子野营的生活，而且晚上其实就跟爸爸挤在小小的帐篷里面。哦，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因为我去港没有露养，我有去露营。那我大部分是去露营区，大家知道，其实露营区里面什么都有，有水、有电、有厕所，什么都有。但是刚刚梧桐拖延工呢是完全另外一个概念，它是去野营，野营就是没有水要去找火吧，啊电就是没有电，然后除非有带什么行动电池之类的。是。其实那个状态跟家里的舒适度完全不同，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其实他的包容度、接受度是很大，真的，但是要越早开始。对，这很重要。他如果越晚去尝试，可能很多事情他都不敢。对，有可能怕沙、怕水、怕虫。所以第1次我带我女儿去野营时，她第一个问题就是爸爸，我想尿尿，可是没有厕所。我想要
大号，我就拿了一只铲子跟他一起去挖洞。我想要洗澡，我们就跳到溪里面去洗澡。所以这一次第2次一起跟着节目去录影，其实对他来讲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到那个现场，他反而像我的小帮手，就开始帮东帮西，帮忙生火，帮忙搭帐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只是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可是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成长、探索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其实是帮助蛮大的。没错，尤其喺我知道，等到天使机头前呢，目标跟爸爸妈妈，家的育儿的心态可能不一样。我觉得都得看看其他嘅爸爸妈妈怎么样带他们的小孩去做不一样的体验活动。其实生活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我们就做得去体验名人啊，黑糖导演他们家是怎么带小孩子出去玩。像野营就是一种懂 TPA 跟冯色，可以透过镜头看到，而且你们是真的在户外，我们看到刚刚那个照片，天色都晚了，都黑了，然后真的是睡在外面，然后小朋友在外面也都不会害怕。对，因为有爸爸在身边，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天哪，这个是在炫耀吗？有一种另外一种放闪的感觉，就是很可爱的这个爸爸跟猫爷的感情。古时候也是公式的名人片跟内容，大家都得好好来期待一下。上来看到真正看到也样片的都很用版给用的，然后都得好好期待。那唔单枪公式有名人片，我们课台也有名人片啊，还有头一个名人片，都得呛这种你一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我们课台的名人片，爱到黑杨秋的徐立文导演，对，哦，怎么都邀请这么大咖，都是幕前幕后都可以的人呢。然后因为立文导演他有2个孩子，然后我们特别邀请他们一起来拍摄。然后立文导演他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同于一般儿尤其是幼儿节目的题目，以上会讲的黑消失。就是太困难了，但是要跟他小孩讲消失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会把他的这个作品定义为一首影像的诗，它很抒情。那其实它透过了大自然的环境的万物，例如说变枯、变作水，配一种消失，对，是不是一种消失？那叶子上的露水蒸发的是一种消失。但是它们其实都存在。那他想要透过自然环境里面的这些消失，来告诉孩子说，其实消失是存在的。然后不管我们怎么，例如说妈妈的猫咪可能过世了，然后咪酱它被埋在树下，它就消失了嘛。可是它让这棵树长得很大，他想要透过这些让孩子了解到，是一个很温暖、很浪漫的一首影像诗。对，古时候也有迄咱我伊咧无口用嘅妈妈去教育声音的嘅方式，让这些小朋友用无口用嘅方式来体验世界。有时候也係动车的大家来看来学习咧。对，古时候呀节目唔单唱有电影下嘅素材，有感通人嘅素材，还有做在教育人嘅素材。对，韩国爱看呀海报。有一类东西非常非常可爱，而且这些东西还会在我们的节目底部不时给出现，它不会永久存在，但它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可爱你一下。要黑这个哇哇哇的怪兽们，是的，对。那这怪兽它其实会出现在我们这4台各种我们这总共16集节目15集节目里面，因为立文导演那集比较特别篇数没有出现，可是小朋友声音的参演，看他看那个世界。你们可以查一下，这是在哪里嘞？因为他们每个都有不一样的个性，然后我们其实有给它取名字，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呢是最靠旁边这2只，你讲个咖比色，看起来是些枪。粗粗的东西，声音的熊中最中意讲的东西啊。对，我自己觉得一开始看到我也是想说，这是这么亲切是不是？是泥土，因为到户外了之后，孩子最常接触的就是土地，所以它的名字叫土土。土土是里面这4只里面最温柔的，我也是最喜欢它。就像大地一样的温柔的感觉，对，像大地一样温柔。然后其他的这些角色，这是 W 吗？W 对 W， 它你会发现到它除了中间的脸之外，它旁边它的那2边也是有眼睛的，然后这是代表它很有活力。然后中间接下来紫色叫做大 A， 它其实是 A 对，然后就是我们娃娃里面的那个 logo。那个 A 的字，对。然后接着是黄色，黄色它是橘子哦，它叫做 O， 然后代表你
看到东西的时候很惊奇的哇的那个口型这样子，所以这4支会以那种 surprise 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不同的节目集数里面。有也看到嘅样片度吼，有像是他可能会在后置上去的时候同声音的来做互动，我觉得那感觉是很活泼的。黑糖导演，七嘎有看过你自己的剪接版的吗？我还没有看到最后怪兽出现的吧？好，那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对，不知道他会跟你们在节目里面有乜嘅無腔用嘅互動，然後就會睇下真認做得好好來期待一下。韓國有那個一個亮點就是這個節目是4台合制，是，咁是用版會上到講西長台，其實這個不是很容易，一個節目的類型，一個節目的核心，而用無腔用嘅語言，韓國有用無腔用嘅文化，然後要做成這樣子的一個系列的節目，大家一起做，當然它會有很精彩的地方，但一定會有懂得困難的素材。最條線就會上講，因為啲台版做聲音嘅節目嘅電視台其實懂少，嗰種我哋就上講集合4台的力量，一起做出一個適合孩子看的節目，不僅是適合孩子，也是希望家長陪着孩子看節目是很好的。那另外也希望說，就是透過讓就像前面介紹到的，帶我們拍攝戶外的幼兒在做什麼，那希望能夠讓家長們也能夠更願意帶孩子出去玩，或是讓他們知道不同族群他們在戶外生活，或是他們的文化底下的一些面貌。對。那一休很偏偏做的同台搞的分享，就是這應該是集結了4台非常厲害的兒少節目的製作人，彼此一起工作或者是討論，一定非常非常多。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很不一樣的經驗，或是學習到的地方？應該是說，我是裡面最菜的，我是裡面最年輕的，最小的。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跟着前輩他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會，尤其是我們是每一台，當你拍完了之後，我們一起會討論這樣的節目是適合孩子的嗎？那孩子看了之後收穫是什麼？我們必須不斷的去琢磨它，磨到把大人的視野調整成跟孩子一樣的角度，好難哦，因為我們都是大人，對，然後我們要用小孩子的角度去做小孩子是要看的東西，是，所以這是對我來說學習到很多，也是我們4台，因為每一台有不一樣的風格，像公視是多元包容，然後原民台是自由奔放，然後台語台花它是內斂，然後溫和，你跟不同的台的製作人合作，接受到不同的風格的影片的時候，這是學習非常多的，對。古時候可以啊，4台共下來做嘅節目，大家都也4台都看得到，等下會同大家來分享播出嘅時間，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趙英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清定一下嘅兒童節目就要來播出了，就係呀哇哇哇！今日節目當中啊，有請到呀節目客家電視台嘅製作人，應該係有請到啊共享電視名人篇的這個主角拖延，主角兼拖延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那剛剛拖延沒有同大家來分享一擺post 嘅內容。去野營，那當然這是一個懂特別嘅體驗以外，沒有講到你嘅聲音呢，也很喜歡這一次的經驗。那拖延你去趕了，你自己對於這一次拍攝的經驗有沒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覺得當然最大的心得就是很珍惜可以跟孩子一起相處這樣的時光，因為孩子真的大得好快啊。我還在想說，前一刻還抱在懷裡不會走，那還有一個奶嬰的時代，他現在已經快要沒奶嬰了。對，而且他甚至就是很想要告訴你說，我已經長大了，我有能力做很多事情，那慢慢就會離爸爸媽媽越來越遠了，也許就不再有這麼珍貴的機會。所以也很感謝有這次哇哇哇這樣的節目，能夠幫我把孩子長大這麼快的瞬間的這時間把它凝結下來，以後等孩子遠走他方的時候，也許我就可以來看這個節目，回憶一下。爸爸開始掉眼淚。所以其實也鼓勵所有的爸爸媽媽，就是多花一點時間帶孩子離開家裡，
一起去外面不同的地方玩，一起生活，其实这个都会成为非常珍贵的回忆。没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在苗栗长大，古时候我生长的环境就会出现都不会就会田，就是一大片的田。然后就会行到给田埂或者是那个水圳的那个边边的那个很小条的路，我就会在上面当平衡木走，就做一滴荡狗跑步哦，但是不小心就会掉到田里。对，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然后那个水圳的那一个水道，那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对，我们就不用去游泳池游泳，我们在水圳就可以游泳了。我小时候也是有体验过暗泳的生法，但是我即便现在回到苗栗，我不敢带我亲戚跟生人去水圳玩，因为可能怕市区里面的水比较脏，就还是不敢下去玩，所以他们变得很少这种接群太刺眼的机会。对，那2位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户外的生活？那就不能导演先讲。好，导演先说，导演先分享。我的外婆刚好住台北三峡，也就是现在台北大学的那一块。那一块以前其实都是田，也就是我的游乐场。所以我们就是1年4季可以跟着那些稻田一起成长。然后外婆家3合院，养猪、养鸡、种水果。其实就很多这样子跟表弟表妹们一起在乡野田间的生活的经验，甚至去抓虾、抓鱼、猛拉甚至它可以成为你餐桌上的食材的一部分。但这些地貌其实都消失，就像我说，那些田全部不见，都盖房子。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们现在反而是要特别花钱到很远的地方去体验，对，去体验，比如说到牧场里面，隔着栅栏去喂那些动物。可是那些以前都是我们生活最靠近的一部分。没错，而且我小时候觉得，这种事嘅生活经验，一切都可能都国中开始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经验连接跟你课本上的东西是一样的。对，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玩乐都对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古手一休呢，一休你去嘎？去嘎嘿，因为我是台中的后影，我住在后里，然后我们家也是一大片田最中意的事情就会同阿公去养草。我们其实有一集也是这样，然后就是旁边就是我们家的田。那阿公在剪柴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会从田旁边引水，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把水放满整片田，然后腌菜园这样，然后腌完满了之后，好，我们就去烧柴。所以像小朋友喜欢玩火，这样其实这是天性。对，我也喜欢，就是柴放到炉火里面烧，然后阿嬷在洗澡，然后我在负责添火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很快乐。有黑糖导演到现在应该也还很爱玩火，在野营的时候应该很喜欢烧柴吧，烧火那种感觉。对，好像回到比较原始那种状态里头。而且听到那个噼噼啪啪那个树枝在烧的声音，就觉得有一种疗愈的 feel。而且就像一休刚刚有讲到，其实也摆 hip hop 的内容地度，有小朋友他们家是也在烧柴的，都亚哈喊，都亚哈喊嘿，全部卡跟饮食成都嘿用嘅小小嘅火。烧出来嘅烧水，我说生嘅最好最中意就会记得我会同阿公讲，亚嘅事情不爱做啊。就是小朋友他们想尝试，那家长也愿意放手让他试，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最重要，希望被看到的。对，还是有能力做到。对，古时候有看到同道声音的家到，无口用嘅父爱发通也喺家到慎重嘅歌唱当中。不过喺讲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不看没有口用按台嘅声音的。我下面有一个发通做的邀请大家共下来参加，做的让你声音的当电影下的父爱搞嘅样片，做的传播人哦，是不是？我们请一休跟大家分享。从影片来的嘅粉丝团，你们可以在脸书搜寻哇哇哇，就会看到亚哈来的在推一个发通就係愛的視角，就係不管你係舅舅媽，我有投稿哦，係你就會爸爸媽媽，係你係阿公阿婆，你想要讓你 vocal 嘅聲音的樣子。或是你本來就有庫存影片的，歡迎上傳。那我們這些影片，我們粉絲團的小編收到之後，就會跟你聯絡。那後續也會有一些活動。那不管怎樣，這些影片最後都會在我們的粉絲團曝光。對，而且搭配活動，我們之後也會送小禮物。這個是這個很可愛的小提籃，對，那你就坐在裝糖果啊，對，在裡面就可以帶出去玩。對。
而且是我们希望是大人小孩一起动手做，所以它其实会是一张纸。这个是做好的啦，这是完成品，本大家看一下、批评一下。啊，不过其实嘿一个应该是一张大张的纸板、纸卡，然后可能要去把剪剪贴贴才可以组合成这个很可爱，上面还有这个小怪兽们的这个印的样子，很可爱。哈，好，除了呀爱的视角发通以外，我们也有举办首映会，对不对？那就第3月7號，3月初7，那就第华山，台北华山光点电影院外面，我们其实有举办记者会，跟首映会，首映，对，用手去盖印章的首映会啊，是真的首映，我以为写错字哎，是真的首映。首映会，对手盖在上面，它其实现场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有一些颜料，因为小朋友最喜欢用颜料作画，尤其是用自己的身体部位，比如说手好了，然后现场也会有我们4台现场会摆摊位，都会有一些好玩的游戏，然后欢迎家长们能够带孩子一起来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即将要播出了嘛，对不对？还没抢一休同台搞了，分享我们正式的播出的时间。好啊，给分享之前呢，我先更正一下，嘿，3月除夕，3月除夕啊，我们刚刚的那个首映会的时间，3月3月除夕。嘿，因为呢时间动加圈，因为海流个节目正式播出是3月7號。你还有发现？对，所以3月7號開始呢，原民台是晚上的5點播出，客家電視跟公共電視呢是在當天的晚上6點播出。3月初7，按補頭6點，差不多吃飯的時間。差不多吃飯時間，你就只有在大款一個天絲，還係用你嘅手機熒幕，然後來數看一個節目。嘿，古時候有看到吼，也哈按呢播放嘅時間吼，公共天這是公視 Plus 是禮拜2的12點，然後原視呢也是週2的5點，啊公共天絲同客家天絲同樣都係呀禮拜2、3月初7嘅6點嘅時間，韓國公司嘅台2台係呀禮拜2 10點嘅時間，然後同大家來分享呀節目嘅播送，大家聽錯愛準時來收看呀，哇哇哇！古時候節目經常都有吼，上下來阿喬妹就總得邊個人嘅來賓啊呀，有話夾講，我來問佢們一個來賓哦。但是今天的題目應該都還算仁慈，都還算蠻簡單的。先來問看一休，因為一休佢係製作當到冇共用嘅兒童節目嘅製作人，古時候來問一下。雖然你嘅節目有這種戶外的比較偏實景的，那也有棚內的節目。啊，你都有做過，我想來問一下，一休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好中意戶外嘅節目，雖然講雖然冇辦法去控制你的題目，我聽電記到，我就係因為聽電記到，你這樣做得拍出雖然最真實嘅面貌。啊，最真實嘅樣誒，好像蠻有道理的，就是他們在戶外也比較有真實的反應，然後可能有懂得做得互通的東西，因為攝影棚裡面可能他們就被關在一個像室內的地方。那我想問問看導演拍非常非常多東西，那導演七嘎吃到聲音呢都戶外，小朋友在戶外，當遇到這種很難控制的時候，你該怎麼辦？因為你也拍了很多小朋友的東西。當遇到失控的小朋友，你通常怎麼解決？通常你要比他更失控，是這樣嗎？其實孩子就是群體動物嘛，他就是會服從，找個 leader。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表現得比他更奔放、更狂野，他其實會帶着崇拜的眼神看着，然後會說，然後呢，請下命令給我吧。這是一個很有趣，特別是用在小男孩身上，其實我覺得還蠻受用。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那個帶小朋友的一個方法，所以一休妹會按用音頭，因為你就會吃到就會跟他聊，他會覺得是在一起玩的過程，已經不是去壓制他們，是跟他們一起玩，而且要比給他的喊他告都喊他牙，這種感覺對不對？好，古時候我們也認識嚟懂到有關哇哇哇節目內容嘅呀分享吼，古時候請你來請2位用一句話來宣傳哇哇哇，來一休先開始。我係會講就係本身嘅帶動性嘅。
让玩更好玩，让玩更好玩。好，谢谢。那抢5筒偷眼，来看哇哇哇，让你跟着孩子一起哇哇哇哇哇哇！故说今晚嘅节目同大家来分享哇哇哇，大家听错我来准时收看咯。神梦2位来到节目当中，每神梦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